后来台湾出现着史上第一例的超级伤寒，也就是肠仔热。是一个30岁住伫中部的男子，潜伏期间捌到摩洛哥、印度、印尼、巴基斯坦来出差，毋但来发烧，阁伫一天内落下落19届。疾管署来提醒，要到拄则讲遐所在进前，都要先做预防射。另外，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也继续咧增加。目前全台湾有高达258班来停课，讲这肠仔病毒的疫情，恐惊都要到后个月中旬才会降落来。变数一天走19班，中部一名30多岁男子去染着超级的伤寒，8月初4出现着落痧、发烧、红疹，在这期间又去过摩洛哥、印度、印尼、巴基斯坦出差，8月26回国就医才确诊，这嘛是5国史上头一个超级伤寒。伤寒境外移入，而且是合并这个多重抗药性我们简称叫超级伤寒。吃或者是喝到这个受到杆菌这个伤寒杆菌污染的食物或饮水。研判是疫情严重的巴基斯坦感染，今年巴基斯坦伤寒病例数创3档的新冠，到南亚、印度拢有感染的风险。疾管署提醒到这所在咧，一定爱先注疫苗，伫当地爱啉这关仔装的水，爱检查这种青的物件，过较接洗手，这嘛是预防肠病毒的方法。国内肠病毒疫情也搁出现今年头一个7、8月大查甫婴儿，当时感染肠病毒71型，甲克沙氏病毒 A6型。顶礼拜国内肠病毒猛诊急诊是达到22662人次，比前一礼拜是上升9.5%。全台停课有258班。不过预估这个天气转凉的关系那应该就是这个疫情在10月中上旬的时候，应该会逐渐的往下降。家长一定要注意，若是有出现着发烧、喙腔溃疡、红疹、机体无力，一定要赶紧就医。